各位觀眾老友記，今日有一宗港鐵職員涉襲擊嘅案件有結果啦。31歲嘅港鐵男職員曾裕洋被控喺油塘站踢傷一名卧地醉漢嘅面部。案件就原定喺24號呢，就喺觀塘法院開審，最終控方同意被告簽保守行為，相關控罪獲撤銷。案情就顯示，被告曾裕洋被控於2024年4月28日嘅凌晨喺九龍油塘地鐵站嘅已付費區域內襲擊男子柯偉品。當晚嘅事件源於一場醉酒乘客引發嘅清場爭執。事發喺當日嘅凌晨1點鐘左右，港鐵嘅職員喺油塘站月台進行清場嘅工作嘅時候，發現事主柯偉品同埋佢嘅朋友呢，就仍然係滯留喺車站而唔出閘噶。由於兩人呢身上有濃烈嘅酒味啊，職員就上前要求佢哋盡快離開，但遭到兩人就遲遲不配合。見現場情況就膠住，被告曾裕洋就同一名同事就隨後趕到現場就做個支援，協助疏導兩名醉客呢離開噶。豈料喺過程入面事主嘅友人就突然之間情緒失控揮拳毆打被告嘅兩名同事，現場立即陷入混亂。相關嘅人員隨即報警處理。警方到場之後，為咗還原事件嘅經過，翻查咗車站入面嘅閉路電視片段，結果發現咗關鍵嘅畫面。片段中清晰拍到事主柯偉品當時已經醉酒臥倒在地，而被告曾裕洋則上前招其面部踢咗一下，隨即被告就被警方拘捕，就控以襲擊罪噶。案件調查期間，被告曾裕洋承認自己確實用腳踢咗事主嘅面部，但事主柯偉品因為當晚醉酒嘅程度較深，清醒之後表示完全唔記得事發嘅經過啦，亦都唔知道自己係俾人踢傷咗。呢個細節成為咗案件後續處理嘅重要參考。今日案件開審嘅時候，控方綜合考慮案件嘅細節，包括被告嘅認罪態度、事主嘅受傷情況同埋事件引發嘅背景等嘅因素，最終同意俾被告以簽保守行為嘅方式去解決呢個案件。裁判官聽到雙方嘅意見之後，作出裁判，准許被告曾裕洋自簽1500蚊，守行為2年，同時承擔300蚊嘅訟費。喺被告完成相關嘅程序之後，原有襲擊嘅控罪就正式獲得撤銷啦。對此有法律界嘅人士表示守行為通常就適用喺一啲情節比較輕嘅案件。今次判決嘅考慮到被告當時面對同事被毆打嘅現場情景，亦都兼顧咗事主受傷嘅程度比較輕，而且係冇清晰嘅記憶嘅客觀情況，屬於較為寬和嘅處理方式。港鐵方面暫未就事件作出回應，唔知今次事件會唔會影響被告嘅任職資格呢？後續如果有相關嘅更新，我哋會第一時間同大家通報。